擁有男主角命嘅阿哥，舒舒服服坐上事業嘅順風車。但係牽完線嘅弟弟錢嘉樂呢，佢繼續留喺功夫嘅修羅場，斷腳啊，3、4樓跌落街啊，俾車再撞啊，佢全部係10零20歲做晒。跟住洪家班嗰幾年，嘉樂仔有咁嘅形容，成日都話嗰2年好似做咗10幾年嘢。上晝跳完發樓龍的心，跟住夜晚咧就要過去下福星俾車撞，第二朝有火人喎，嘉樂都係你噶啦。去到拍《皇家戰士》石礦場打戲，現場灰塵滾滾。7日啊，係不能夠走。我係見到啲攝影師啊、道具啊嗰啲咧分 A、B 組咧，你哋咁快又夠鐘啊，係換班。我哋係不停喺個石礦場打，7日連續不休不眠拍打戲，唔係最辛苦，加埋現場嘅灰塵先至最攞命。石礦場係烏煙瘴氣，第一個打完濕晒之後咧，喺地下又滾咧，啲灰塵咧就已經第一陣蓋住你。打完第一個 shot 咧，咁啊又唞下咧，風乾咯。如是者剔3剔4之後，又濕下又乾下之後，咁第5個 shot咧，你會覺得哇，超級啫喱啊，好硬啊！呢一次錢嘉樂拍打戲拍到透晒汗。我第一次喺現場咧，唔知第3、4日最難捱嗰陣時，我唔拍戲啦，我真係唔拍戲啦。7日之後沖完個涼，骨子裏嗰份龍虎武師嘅倔強，又逼佢自己推翻自己，死死地氣翻去片場繼續捱。我哋要啊！不過錢嘉樂呢種揾命搏嘅鐵人精神，並唔係完全冇人見到。1988年，大哥大洪金寶叫咗錢嘉樂上房，做咗一個令佢改變一生嘅決定。咁上到去間房敲門，大哥，下一部戲想拍僵屍，想揾你做，你準備下啦。咁我可以講啲咩咧？